欢迎这大家平安熬早。啊，请咱先开咱的信息，请咱的做伙来串联咱的信息。信息第95首，我心仰望十架宝架，十字宝架。请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我心仰望十架宝架，因有你做替我受罪，我真希望世上。第3节，来看救主，头壳卡住，了主无悔，主爱有主，这有听他主讲。真好哈！甲咱请咱搁来献开信息305首，信息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啊，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做伙来，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感谢主上。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我的全领主上帝。第2节来，一大救主听通上帝，照顾人类的天。才肯出山，无怨欠过，我的只愿主上帝。啊，咱搁来唱第3节哈，咱是第3节。我的心神，我的心神，敬虔朝见主的面。伊是全能永光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的何乐至圣主上帝。咱搁来唱第3节。我的心神，我的心神，敬虔朝见主的面，你是全能永光上。咱两歌到这。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角用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来唱歌学乐主上帝，请起立。咱犹原徛伫一声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着因父。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用启用的方式来教读诗篇第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报，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苛刻。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正，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无故意犯罪。
我就真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同心祈祷，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主上帝，你已经应该得到荣耀、尊贵甲权能。对你神圣的光照，愿信任家己做的本性，愿有最好的意愿，毋过无最好的困难。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牺牲，洗清阮的罪，互阮通甲主结连来建立合宜的关系，帮助阮的生命受改变，活出圣洁的款式。感谢主，互阮伫旧历年团圆平安的日子，但是嘛有家庭伫悲伤、忧愁，也是艰苦的情景。阮将这个难题摆列伫主面前，求主帮助阮心内有平安甲愿望，帮助阮通过交托主、倚靠主来得到安慰，通见证主的看顾甲同在。伫新的一冬，阮对未来有寄望，无论伫教会、工作、家庭的生活，拢求主带领阮遵趁你的道理。教示阮言行谦卑，佮细正，帮助阮用正面、疼心来服侍，甲对待人。无论做甚物，拢是为主所做。互阮亲像灯火来照光四周围，安尼，众人要明白主你的美善，斗阵来经验你奇妙的恩典。愿阳光归伫至权的上帝，愿伊赐平安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普鲁士班用主啊，我主，你名号顶的水来讹了主上帝。
请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到31节，是日记的信息。对遐个灭亡伫行的人是愚妄，不过对咱遮个得救的伫行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力。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消灭智慧的人的智慧，我要气杀聪明的人的聪明。安尼，智慧的人伫倒位？经学教师伫倒位？即世代的雄辩家伫倒位？上帝已经互即世间的智慧变做愚妄啦。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用阮所传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犹太人求神者，希腊人找智慧。不过，阮宣扬定时日记的基督，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是阻碍，对外邦人是愚妄。毋过，对上帝所敬重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这个信息是基督，伊是上帝的大能力，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妄赢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侪人有智慧，无偌侪人有能力，无偌侪人受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表示的看毋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夸口。毋过，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同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佮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要夸口的人，着夸口主。今仔日王传道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以造全，全归一。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伫今早起，咱要做伙来看的这段经节，伊的内容，咱可能嘛真熟，就是伊咧讲到保罗，伊写批要互哥林多教会内面的信徒的一个批，为了要处理一寡问题。如果咱手中有纸本的圣经，也是你有手机啊，你会当先拍开迄个 app， 咱要先来看伫头前1章第10节到17节的部分。这是要互咱更加会当了解保罗伊伫1章18节到31节，伊到底咧讲啥物？这个内容是要表达啥物？要处理啥物款的问题？当时伫哥林多教会内面的信徒，因有一部分的人是犹太人，另外一部分的人是希腊人。因伫无共款的所在追求着共款的物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相信上帝的大能，所以因拢诚做基督徒，共款伫即间教会咧组织。但即群伫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伫因咧追求信仰的时阵，即个过程因拄着一寡问题。即个问题严重到可能会互即间教会产生分裂，可能有人会离开。至到安尼，伫即群基督徒中间有一个人，伊叫做格莱，因兜的人写批互保罗，甲保罗讲教会出现一寡问题，
人甲人产生纷争，有人结党，有人分派。教会中间有人讲啥？讲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讲我是属阿波罗的，也有的讲我是属彼得的，甚至有人讲我是属基督的。有个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党，因认为讲家己所提出的这个信仰价值观，也是因所追求的，这是对的，并且因也提出讲，因是甲某一个有权柄的人共款。伊是受着伊的，即个人是伊的代表。有的人讲我是属保罗的，因主要的群体拢毋是犹太人，因为保罗伫迄个时阵，伊常常咧分享基督徒自由的即个福音，是无伫律法下面的，所以即个派的人，因就用自由变成做一种放纵，利用得到的即个道理，成做因放纵的一个借口。有的派讲伊家己是属阿波罗的，阿波罗伊真有口才，伊也对圣经真熟，伊的族群是对犹太人来。称阿波罗的人，因追求的什么？是学问，因高举学问，所以因将基督徒这个宗教变成做一个哲学、哲学。有的派讲家己是属彼得的，咱会当知影彼得伊就是犹太人。伫即群人中间，因强调遵守律法，强调遵守律法，因也高举律法，所以因是律法主义。因为安尼，因就忽略掉恩典的重要。啊，有的派讲伊是属基督，属伫基督的，安尼即款族群是啥物款的族群？因伫哥林多城，因认为讲伫遮人只有因是安那基督徒。认为讲只有因即派的人，因的表现、因的追求，才是属伫基督的。所以即派的人，因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称做义。咱会当看到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伫这无共款的派面内底。如果咱回想去比较讲，伫福音书内面，耶稣迄个时代，咱会当看到耶稣伊所面对的即个族群，就是伊的族群，就是犹太人。咱会发现到讲，伊所拄着的问题，甲即摆比起来，是无较尔复杂的。即摆哪想愈来愈复杂？有的人讲伊属伫啥，这是因为当时耶稣伊主要面对的人是犹太人，但是保罗伊所传讲的即个对象，有犹太人，嘛有毋是犹太人外邦人。伫咱今仔所看到的是希腊人，伫这无共款的族群内面。因伫咧还未明白即个基督的福音的时阵，因本身拢受到过去文化、过去人的教导、过去因的想法、甲环境来影响家己，所以因带着真侪无共款的价值观，因用分派结党产生即个问题。保罗伫咧哥林多即个人书前书即个所在，咱也有继续往下面来看，下面来看，咱会看见到结党分派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止这个问题，有因缘的问题，有教会中会友互相咧相隔的问题，嘛有婚姻的问题，嘛有为着拜过的物件该当食来提出问题，嘛有人讲女性徒伫咧礼拜的时阵，应该用布来砍头，嘛有人提出性产的问题、属灵温书的问题，以及未来目的个果仔吗？有这个问题，咱对这哥林多书前书来看，这真侪问题这就是保罗伊写批要来处理的。但今日咱所看到的重点是伫这个结党分派，伊写批互因要透过用这个批的内容，要甲哥林多教会的人安那对话。要帮助因伫这无共款的问题内面，怎样来去调整，互因会当伫耶稣基督的这个道内面得到合一。然后咱要进入到今仔日咱所读的这第1章18节到31节的所在，伫中间咱要来看见到保罗伊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勉励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咱也要伫内面看见到。
这段话要对咱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什么款的话，带来什么款的帮助？然后伫安尼家庭的帮助内面，咱要有无共款的调整。保罗伊安尼讲，伊讲是伫家这个信息，对未忘的人来讲是安那，是愚妄的；毋过对遮个得救的人，遮个军队的人来讲，这是上帝的大能。保罗伊应用以赛亚书29章14节，就是这段伊讲，我要别忘智慧人的智慧，气杀聪明人的聪明。以赛亚书咱拢知影，这是伫旧约，伫保罗的时代是新约，真久得以前的代志。但是伫迄个时代保罗伊所讲的即节，应用伫伊的时代嘛是会使。咱看到这表现一项事，就是伫古早以前过去。人同款有即个问题，所以保罗伊要讲的即个道理，伊毋是要处理一个新的状况，伊是要讲出对古早以来，人就常常想要用家己有限的即个智慧来要徛伫上帝的道面前，但这是愚妄的。咱会发现到讲，对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经节内面出现足多智慧甲愚妄的字，并且保罗伊更加不断的强调。就是人的智慧要真做明白上帝的限制，伊不断强调这项事。这个意思，我们是讲，对咱即摆来讲，是讲有智慧啊、认真读册啊、认真咧学习的人是唔好的吗？咱要了解，并毋是。这段话是对当时的状况甲处境来讲的，所以咱唔通当作讲，咱伫教会袂当学习有智慧，这是咱爱小心的所在。但是伫伊迄个时阵，保罗为怎样伊会安尼讲？敢讲迄个时阵的智慧甲即摆无共款，无共款伫倒位？伫当时阵，保罗伊所讲的问题是啥物？伊不断强调人的智慧、人的愚妄，主要是要处理伫迄个时代伊所面对着的一群人。即群人伫哥林多城的内面，即群人是信徒，嘛有外邦人，就是即个城市内面。拢听过福音的人，有的人相信，有的人无相信。伫哥林多城内面有真侪，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就是希腊人。伫因所生活的即个环境文化内面，因非常看重一项事，就是智慧。因追求智慧，因嘛伫即个内面互相讨论，伊真爱讨论有关安那会当找到更较好的智慧的即个过程。因做伙。透过用道理，透过用理性，因要得到一个结论，这个过程，咱就称作哲学，就是哲学。有的人问讲，什么是哲学？伫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我有一个教授，伊用讲算笑的方式讲，哲学就是讲某一个人伊所讲的每一个字，你拢知，你嘛捌。但是伊将这个字放做伙，你无一句会听有的，这就是哲学。伊讲算笑的讲，但是认真来讲，什么是哲学？当时的希腊人因所看重的智慧又果是甚物？希腊人因非常强调道理，会当透过理性的理解，然后呢，透过理性来得出一个逻辑，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安尼。才会安尼，因介意，因嘛真强调这项事。举一个咧，伫当时有一个哲学派，因的名叫做犬儒。因认为讲人的外在这个肉体是会死的，是会朽烂的，是无法当安那得到永生的但是因发现，人的灵魂无共款啊，会当透过某一款的方法，互内面哪来用哪来强，所以因呢认为讲要安那找到一个真好的方法，就是抵挡一切的安那欲望。安尼人因感觉人的灵魂会当得到安那完美，得到幸福。咱应该有听过这个过程叫啥物？叫做禁欲。这个真强调智慧的这个群体咱会当想象。对于上帝怎样来拯救人类这个道理，
因为有安那款的想法，因为有安那款的想法，因为因真强调爱用理性来理解，爱合理，所以因会问讲，为什么一个神，伊会互人顶伫十字架顶？而且伊个死，伊毋是神吗？为什么上帝要透过牺牲耶稣来拯救人类？佫要互伊告我？敢讲伊无佫较好的方法吗？为什么上帝无爱互人类直接安那无罪就好，袂佫犯罪，甚至安那互罪消失？为什么上帝无爱用佫较合理的方式？等等，因会感觉应该安尼较好啊，较合理啊。因所提出的即个问题，甲因的犹疑，就是保罗伊所要讲的智慧甲愚公。的确，人需要智慧，但如果就想要用家己的智慧、家己会当接受的道理来理解明白上帝，安尼人的智慧就要真多，对明白上帝的限制。保罗伊安尼回应，伊回应讲，即个世间人，无人靠家己的智慧明白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用阮所传愚公的信息拯救伊的人。咱若有看中文的译本，咱可能会较了解。这意思是讲，上帝伊用伊的智慧来互人袂当透过家己有限的智慧来明白伊。反正上帝要接到咱所传的迄愚公的信息，来拯救迄信伊的人。伫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下面，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面对着的问题是啥物？就是因爱怎样用啥物款的方法来明白即摆因所听到的即个上帝的道理啊？到底要安怎？因为过去因有一寡经验吗？是毋是爱用过去的经验来明白上帝呢？亲像犹太人强调新约来明白上帝，还是亲像希腊人用智慧来明白上帝呢？如果用犹太人的方式明白上帝，保罗伊安怎讲？伊讲，伫犹太人来看，即个信息是阻碍；如果用希腊人的方式明白上帝，保罗讲，伫外邦人看来是愚公。为什么犹太人会明白宣扬十字架的即个基督是太难？因为因毋茫的伊的即个主啊，因期待迄个以赛亚，伊应该爱用无共款的方式拯救因才对啊。因的期待毋是一定伫十字架顶啊，因期待伊是成做即个族群的领袖，互因的国家成做上强的国家，互因的王成做上大的王。这是人的想法，对毋对？伊无应该爱亲像摩西共款吗？用无共款的生涯帮助因的国家离开困难吗？因有真侪安尼期待，但是结局是耶稣为着人来顶十字架，因看到的是安尼，所以因无爱相信这啊。对希腊人来讲，宣扬顶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愚公的。因无当理解为什么上帝的囝最后吼，伊要拯救的这个族群，煞来甲伊顶死啊！无当理解，伊嘛无当理解讲为什么伊无用更较好的方式，这个上帝无用更较好的方式来拯救人类，较安尼。保罗讲，不过，阮宣扬顶十字架的基督，咱看到这个阮吼，意思是要甲哥林多教会人讲，这个代志嘛包含恁。这个阮就是包含哥林多教会圣徒，意思是恁应该爱甲因所看重的无共款啊。伊安尼勉励因所看重的，这个圣徒因所看重的是圣业甲智慧。虽然恁这个因就是外邦人，恁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人。虽然恁过去可能嘛是安尼啊，你的过去影响恁，但即摆恁袂当阁安尼啊。因为带着过去的经验甲价值观哦，来明白上帝。保罗讲这是愚妄的。保罗爱这个哥林多教会应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明白主，毋是用犹太人的生业，也毋是用希腊人的智慧。安尼到底要用什么款的方法？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才会当明白这个上帝？保罗讲，毋过上帝所拣调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这个信息是什么？是基督。因是上帝的大能力，是上帝的智慧。咱会当看到，明白上帝的方式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息，以及体会到上帝的智慧甲能力。保罗甲因勉励，甲因讲：兄弟姊妹，恁爱记的什么？记的恁受呼召的事。对上帝所敬召的人，以及着记得上帝呼召恁的事。保罗要强调，因爱有新的眼光，就是受呼召所竞选的这个人，透过因去回想过去明白上帝，听到这个福音的时阵，因所得到的迄个感动的迄天，保罗爱因去回想。伫因迄天，因嘛选择来军队的迄天。照人的标准来看，因受上帝所拣选的时阵，因聪明的人少，有但是少；因有能力的人少，有但是嘛是少；因地位悬的人少。这是因受拣选的时阵。因受拣选的这个时阵，上帝伊是安怎拣选的？伊并无用因的能力、因的软弱、因的愚公、因的智慧、因的地位关地来决定伊要选项。上帝伊选人是伊用伊的智慧，是咱无法度了解的。这是上帝拣选，要互世间人知影，迄我靠家己的智慧、能力、甲地位、甲判断，要来追求这个真理，结局是虚妄的，因为人无法度了解。上帝的拣选是出自上帝的智慧，安尼智慧是要破坏一项物件，就是人所看重的，然后破坏人所看重的这个道理，要表明出一项代志，就是咱应该看重的，独独是上帝的本身。世间人伫安尼智慧面前，保罗讲，无一个人会当夸口家己，会当夸口伊家己的作为，会当夸口的只有一项代志。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是啥物？就是互咱甲基督结连，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合一的关系。同时也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佮得到自由。保罗伊透过写安尼批，要帮助这的信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调整因的眼光，原本因的眼光停留伫这个世界，就是因所生活的迄个环境，因也受到这个世界对因影响，因也看重这个世界对因的看法，最后因将安尼影响带入去到教会内面，所以教会信徒彼此产生分裂，开始想要讲家己所想的、所看重的才是对的。但保罗伊安怎处理因的问题？保罗伊将一项事，伊就将一项事放伫因的面前，就是上帝的作为，接着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这项事。世间人就因为安尼，这个作为，上帝的能力甲智慧来脱离罪的捆绑，得到自由甲拯救。保罗想要互哥林多的教会人去回想回想上帝的作为，回想家己甲上帝相拄的时间，迄个时刻，回想家己受拣选的迄个时刻，回想家己感受上帝大能力的迄个时刻。透过回想，咱要明白十字架信息是啥物，也透过回想去思考，家己要成做倒一款的人，是看重生业的，是看重智慧的。也是看重十字架信息的人。如果遮恁哥林多的信徒，因拢看重上帝十字架的这个信息，安尼因就无需要佮讲我是啥，我是属伫啥，因为因拢知影因是受着上帝大能力所拯救的，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因袂讲保罗是安怎想，阿保罗是安怎讲，彼得是安怎做。因为问讲，我所做的，我所讲的，是上帝所喜爱的吗？有合适耶稣基督来活吗？有活出十字架所拯救的这个性命吗？
因开始会问家己这个问题，因为因开始看重一项事，就是上帝本身。伫今仔日，咱生活的这个处境是伫2023年。伫今仔日，咱回头来看上帝启示保罗来哥林多教会所写的这个批示，毋知影带予咱什么款的感觉？首先，咱来先了解一项事，就是保罗伊写的这个批，伊要处理的问题是过去迄个处境，甲即摆咱所面对的是无共款。所以，咱伫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看咱的教会生活的时阵，因为咱甲过去无共款，所以面对安尼无共款，咱需要用想象力来甲这个经文对话，因为伊是过去的代志。即摆已经无即个问题啊！咱会当想象看卖啊，有关教会纷争甲分派结党安尼的代志是甚物款？有可能伫咱所生活的即个时代，咱无找数，咱有听过，也有经验过，也可能即个代志，互你知影真深。也有可能咱的心中会想起讲，有一摆你甲教会某一个人产生纷争啊，即个纷争哦。经验到尾，互你变成做想要离开一间教会，还是讲你已经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咱会想讲，咱无一定亲像犹太人看重圣业，也无亲像希腊人看重智慧，但咱有可能看重某一项代志。这项代志毋是用来认捌上帝代志，但是这项代志，伊有可能甲上帝同款重要，你袂当无伊。如果哥林多教会是一种处境安尼，咱也会当透过想象，将安尼的处境放伫咱的生活中间。无一定是教会啊，但是是你的信徒生活，你所行搭的这个生活是礼拜一到礼拜日，毋是只有礼拜日尔。所以咱来面对一项事，就是伫家庭内面呢，伫工作做工的所在呢，也是伫咱的人际关系内面。当咱开始安尼想象，透过想象，咱用无共款的处境来甲这个经节对话的时阵，上帝话要带领咱去面对这个问题，要感动咱去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改变无？有可能这个代志，互你感觉安那，这个经验，你感觉真歹改变；有可能这个经验，互你真歹接受，你无爱接受；也有可能，互你想起着爱放下遐看重的物件。互你感觉无爽快，但是，咱去思考甲反省安尼的经验的时阵，咱看重的代志，咱感觉无想要接受，无想要放弃，这个想法，咱会发现，就是因为安尼的代志，就是因为安尼的过去，就是因为安尼，互咱慢慢成做一个甲合一、有距离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安尼的代志产生伫你的生活中间，你嘛选择无爱去面对，咱甲人基督的关系开始变成做扯疏。当咱今仔日来看保罗伊哥林多教会圣徒所写的这个提醒的时阵，咱看到保罗伊无用人的智慧来去甲因教，保罗伊只有甲上帝带领的耶稣基督这个物件放伫伊的面前。互因透过看到这项代志来回想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明白因的生命爱对倒位来调整。所以咱阁会记得无？伫咱的心中，咱看到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信息，这个十字架感动，咱受拣选的迄个时阵，咱所经验到的迄个经验，所感受到的迄个物件，咱有去想到，回想起来。咱拢明白耶稣基督为世间人来死的这个道理，听过几若万摆啊。咱嘛真识耶稣的故事是安怎发生的。但是，伫今仔日保罗伊要讲的这份回想，这份看重，是要互咱伫咧掀开圣经的时阵，看到内面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的时阵，掀开咱详细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的时阵。咱所看到的，毋是世间人，咱所看到的是上帝连伊的独生囝拢赐予王冠，要互王冠因为信伊
免灭亡，反倒得到永生。伊遮尔啊疼王冠，这个字会当换做咱每一个人。伊毋是为着世间人尔，伊是为着咱独立的生命。就是咱每一个人拢受到的拯救。伊所看重的是每一个人。当咱搁一摆回想安尼，咱过去的经验，回想咱开始相信的迄个时刻，回想咱得到救的迄个时刻，回想咱因为得到救感觉自由幸福的迄个时刻，回想咱是互上帝所深深、所意爱、所疼的迄个时刻。我想，伫安尼的时刻，咱就要真做有法度去面对遐咱原本当作无当改变的代志。咱就有气力、能力，甲对天来的智慧来去面对咱原本无当接受，甲咱原本无当放下的物件。伫安尼过程中间，咱就要因为同齐伫耶稣基督内面结连，所以咱同齐伫基督内面甲上帝合一。这是上帝甲咱的关系，也是咱人甲人的关系。今仔日我所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以造全，全归伊”。以造全的意思是上帝的智慧甲大能力创造咱，也创造咱每一天、每一个新的关系。全归伊，意思是透过耶稣十字架的福音甲道理，互咱伫伊内面合一。我要分享一个歌。这个歌是伫第2堂华语礼拜的时阵的回应诗，就是透过咱对这个十字架信息，咱重新来想，我要做啥物？我用中文来读。伫遮领伊所讲，这个你是上耶稣，你用重价救赎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的基督生活是让我赞美非敬美词，让我敬拜非仅用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只是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愿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这段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会当真做咱这个时代、这个新年开始每一天信仰生活的帮助，让担心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透过十字架基督的福音，你互阮的关系会当伫你的内面合一，互阮透过你的话语，阮会当定心去思考怎样来调整。愿你伫新的一天开始，帮助阮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拢会当来思考怎样真做你所喜爱，怎样真做一个你所看重，以及怎样真做看重你的基督徒，将阮的信仰生活以及阮本身摆伫你的面前，求你继续带领。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三角用圣诗第95首，我心仰望是你宝价来回应今仔日的领受。主
三角形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请坐。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做伙来看几项教会事工，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咱即礼拜圣经学堂会休困一摆吼。好啊，过来咱即礼拜因为迄个咱过年放假的缘故，所以咱即2礼拜2个主日遮的奉献资料，甲咱的人数资料，拢会做伙牵伫2月初5的主日，就是后礼拜吼。啊，然后咱后礼拜要做伙收圣餐，所以咱会踮伫第1堂甲第2堂礼拜中间3甲领受圣餐，也请咱备办心。啊，咱慢慢调开小会，也请小会员来抵遮的时间。好，啊，咱会踮伫第一次，咱今年度的洗礼甲更新礼会踮伫4月初2吼。所以，若是有意愿想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也请咱会当踮伫即个月进前，后个月2月26。主日进前，咱的办公室这边来做报名，啊，欢迎。有意愿要接受成人洗礼、更新礼，也是小儿洗礼兄弟姊妹，欢迎来咱的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好啊，等下我这几天我会出国，所以若是有紧急的事嘛，请咱会当王团队这边，也是办公室这边来联络。啊，咱的油画最近还阁有完咧修理吼，所以咱出入便所爱小注意遮个部分。好啊，阁来就是咱的读圣经的活动，吼，咱青年牧区发动咱全教会120周年读圣经的活动，咱就报名。虽然是报名到今仔日，但是因为咱要统计是到明年的国外节吼，所以咱对今年都拢会当做这个活动。啊，会当做伙来参与将规本圣经读了的活动，所以欢迎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听讲即马是差不多100个人报名，所以我讲算笑讲，咱120周年至少爱有超过120个。
来做伙来报名啊！咱等下礼拜三点伫后壁会当摕即本吼，这是咱的读经笔记本。啊，有人问我讲，这写甲足困难的无？我讲我无法度改作业啊！我无需要大家真正写，讲逐礼拜拢要写一篇文章来，就是即本笔记本是要互咱大家做一个记录。你有读偌济，你就点伫顶悬，这后壁拢有你圣经的范围，你会当点伫后壁拍一个勾，也是你几号读了。啊，然后其他的笔记是你家己，你若是得到感动，你会当写伫即个空白的所在，无人要求讲你一定爱写甲足严重，因为有足侪会友问我讲啊，无说你是要改作业无？代志无遐严重，代志无遐尼严重，这是咱家己做一个记录，啊，家己做一个笔记，嘛是咱家己上帝的力量，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你还未报名嘛，袂要紧。因为咱统计是到明年的，阁有偌济，所以这今年度你啥物时阵要开始拢会使，就是咱期待用一年的时间将规本圣经读好了吼，所以鼓励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好啊，因为咱2月19要召开好会，所以咱迄个会员名单已经公告踮伫后壁，所以嘛请咱来注意咱的会员名单。搁一项代志就是咱伫拜三早起，咱会举办王生煌兄弟的个别礼拜，嘛请咱继续为着因的遗族来代祷吼，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余文甲伊的囡仔，今仔日有来伫咱中间，那请咱为着生煌因的家庭，咱来关心甲代祷。好，所以我做安尼以上的报告吼，所以请咱会当踮伫礼拜三，咱嘛做伙来交易。三个来读金句。啊，咱慢慢啊读2遍吼。因为上帝的鞠躬赢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哥林多1章25节，搁一遍。因为上帝的鞠躬赢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哥林多前书1章15节。好，来吟上营的诗歌，吟煞请牧师祝祷。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帮助咱成做正人的祝福，对答直到永世来无煞。阿免。